就喜歡你有男子氣概，洗腦。再來一把。爸。娜娜，咱們今天晚上去哪兒啊？猜。那咱們就去喝酒。来，喝酒，娜娜，你叫 Nancy， 来，干杯。这2天你感觉怎麼樣啊？有什麼想說的沒有？老夫人，我覺得挺好的。你是感覺挺好的，可是現在你們已經結婚了，西城每天晚上還在外面亂跑，你想過沒有？為什麼？這個，我別這個那個的。既然你現在是我們顧家的媳婦兒，你就得要盡到責任。對西城，你不能再這麼放縱他了。如果你要盡不到自己的責任，那我就要考慮，是不是換個孫媳婦兒了。顧总，這個是今年上半年的年度報告，您看一下，以後簽個字吧。我知道了，放這兒吧。哎，等等，帮我去花店訂2束花。哦，好的。是給總裁夫人嗎？1束給安娜，1束給米歇爾。快去啊！哦，知道了。喂，蘇小姐嗎？怎麼辦呀？我根本管不了顧西城啊，真麻煩。這樣不是挺好的嗎？他玩他的，我也輕鬆。可是我要是不管，會不會被顧老夫人趕出去啊？那不就是破壞了賀錦熙的婚姻？贺锦熙，妈妈怎麼樣了？你放心吧，媽的事我已經安排好了，你只要聽話就行。我聽說顧西城現在還跟那些小嫩模呀、小明星呀來往，是不是？你是怎麼搞的？